除了甲新民祈求再运，嘛要提醒大家家己都要警觉，千万莫去互诈骗去。这大科大的学生就研发出一款 App， 号做数位合成符，是会当判断这声音敢是 AI 合成的，而且会当甲家己的声音作品点击做记号，避免互偷摕去用。研发团队是希望讲这项技术半年内会当更较精进，会当甲这诈骗电话假声音随掠出来。先来听这段声音。Today I'm going to try whether this voice recording page is used. 是真人在讲话，还是 AI 合成的？这边就是真人的语音是100%。短短几秒，系统随会当判断，会当分辨声音真的还是假。这套 App 是数位合成符，是大科大的学生对零开始研发的。家人可能有一些通话的经验，别人问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，然后希望他去回答，那他们就会很担心、很焦虑，对对方的身份去产生怀疑。就惊有不法集团偷摕亲友的声音来讲骗，毕竟只要讲话5秒，就会当偷摕而且定罪。嘛，互大科大的王文雅开始有开发的这个想法。困难度的部分，就可能在因为我之前没有学过什么机器学习关于机器学习的东西，然后这是第一次接触到。研发团队嘛有伸手加入，难免会拄到困难，但上尾拢解决啦。App 会当支援声音档传起嚟含录音的功能，分析语音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公开发表的言论，卖当印音讯浮水印，防止第2摆合成利用。环境太过嘈杂，然后太多的背景音，然后所以它可能就会去影响到在特征截取的时候，可能会去产生一些数据的影响。分辨语音的准确率有到99%以上，但是环境音的干扰会降低苹果的正确性。开发团队目前阁面对另外一项挑战。现阶段遇到的一个挑战，我们发现我们的整个 demo 其实都是在静态档案中处理。即使是即时的录音，它都是即时录音完以后产生出一个音讯档，然后对这个音讯档做处理，所以它其实还是静态的。在未来，我们就希望能够针对这个所谓的stream 的部分，串流的这个部分能够进行处理。这道老师嘛相信讲，要伫通话过程随判断 ，App 目前阁无法度做到这个部分。学生即嘛在拼半年来突破这点，嘛希望这项工具将来有机会会当降低语音诈骗的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